可见伫咧清朝道光时期的本能寮调兴宫，长久以来一直拢是地方的信仰中心。今年辛丑年轮到12档一刻的建醮大典，为了迎接这场盛事，庙前的普渡坪也已经架设好，灯果也徛好啊。就连有宫交背景的新尊，庙方也用大轿去迎接回来，展现出庙方以及有宫的用心交陪，以及对着建醮大典的慎重。本安寮调兴宫12档一期会用5条基安清醮今日受了本安寮来普安祖师娘皇武帝、杨府太师的圣事，来邀请各有为宫42庄头，遵照古礼有八大大轿、金狮镇、护驾，请来按本安寮调兴宫来参照，来祈安护境，会当互大家平安顺利，会当祝安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今年受到疫情影响，真侪活动拢停办，但庙方认为受到众神明保佑，目前活动的进行一切顺利。咱即届即个新天的建醮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咱头咧做即个工课阮也做甲战战兢兢所以阮伫咧2月3月即阵就播出即个即个九大主会然后来播即个道场最后阮拢真顺利到即阵各有宫即个新春来斗3工咱即个新明大家心威显赫互咱。做到即阵即个工作拢真顺利啦，那感谢着咱即个新春来斗3工安尼互咱即个疫情安尼慢慢袂去，互咱即个建醮让咱真圆满。整个建醮大典将伫咧11月28日起鼓正式开始，一直到12月9日下定果可以来圆满结束。庙方也邀请全国善男信女做伙来调兴宫参拜，保佑平安顺利。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